你以為冬天拼命運動出汗係保持健康，其實可能正在消耗你身體最寶貴嘅火種陽氣。黃帝內經講：冬三月，此為閉藏，無擾扶陽。冬天唔係要你耗，而係要你藏。你有冇發現小寒前後手腳特別凍，成日怕冷，甚至比平時更容易感冒，成身無力？有啲人仲會發現自己嘅舌苔又白又厚，呢啲全部都係身體發出嘅信號，你嘅陽氣喺度流失。陽氣其實就好似你身體入邊嘅太陽同火種。黃帝內經素問講得好清楚：陽氣者，若天與日，失其所則，節受而不彰。意思係話，陽氣就好似天上嘅太陽，一旦失守，人就會節受，冇精神。佢負責溫暖你成個身體，推動血液循環，抵抗外來寒邪。冬季萬物閉藏，人體都要跟住自然節奏，將陽氣好好收埋。但好多人呢，冬天反而刻意少着衫，搏命做運動、出汗減肥。運動本身冇錯，但過度出汗會耗散陽氣。呢個就係中醫講嘅動則耗陽，本質係你嘅氣機升降失衡咗。點樣判斷自己係咪陽氣不足？伸出條脷睇下。如果舌苔白厚，代表寒濕重，成日覺得怕冷，就係陽氣唔夠溫煦身體。呢個時候你可以試下飲杯溫熱嘅薑棗茶。生薑性溫，《神農本草經》記載佢能夠溫中散寒，紅棗補氣血。如果非常怕冷，平時可以食啲羊肉。本草綱目都講羊肉能溫補氣血，但記住冇一個方法係萬能嘅。好似有人畏寒，飲薑茶會暖胃，但如果你本身陰虛火旺，飲完反而會上火。養生嘅核心唔係跟潮流，而係睇你自己身體合唔合時宜。冬天養生關鍵喺藏唔在耗，傾聽身體嘅聲音先係最好嘅養生方法。